来，请起。亲爱的大家平安。平安。小朋友好。好，今天是母亲节哦，先底下先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哈。小朋友今天要记得要给妈妈一个很大的拥抱哦，然后跟她讲什么？哦，好，咱要开始今仔个礼拜，咱先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的透早，互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你即时甲阮同在，开阮的目睭，开阮的心灵。透过今仔个礼拜，互阮甲你有好的连结。求主你互阮今仔个礼拜拢顺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到早，恁敢知影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对，无错。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妈妈。有温柔的妈妈，嘛有可能是真歹的妈妈，也有无管理的妈妈，也有管理的妈妈。毋管啥款，咱拢有一个疼咱的阿爸上帝。所以即马，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学咯。透早起来，学咯主。透早起来，学咯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咯主，透早起来，学咯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护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咯主，透早起来，学咯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咯主，透早起来，学咯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好，各位兄姊，较等，阮唱着透早起来的时阵，阮着甲边仔的人讲，熬早学咯主，吼。煞来就是唱着透早起来的时阵，你后面就加一句熬早学咯主，安尼，吼，较等阮来试一遍看卖哦。准备哦。透早起来，熬早。学咯主，透早起来，熬早学咯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熬早学咯主，透早起来，熬早学咯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护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
高早哦罗主，透早起来，高早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高早哦罗主，透早起来，高早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感谢。接落来这条歌是华裔的歌曲。这首歌曲我们献给在场所有每一位妈妈，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宝贝。愿上帝爱我们，看顾我们，我们能在他的爱中成长茁壮，继续的往前行。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匍匐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匍匐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我们一起唱。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是的，主啊，我们每一位都是你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少，你一个都不会落掉。谢谢你，我们可以一直求你一直看顾我们，一直保守我们，能在你的爱中茁壮成长。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你爱我们，疼我们。是的，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单单顺服于你，我们每一位都是你的掌上明珠。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见若敬畏上帝的人，恁拢着来听。我要听起伊为我所行的事。我要用我的喙求叫伊，用我的字学罗伊最悬。咱的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父上帝，阮最声学罗称呼你尊名。咱起日来吟全首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这声学罗称呼你尊名，为着大事的敬持，无论日日虽无比，山水花木好光景，日月星辰照光明。天父上帝，阮这声学罗称呼你尊名，为着你梦的福气，
为着新生的欢喜，使阮五官通欣赏，有声有影着温柔，天白上的阮这声，保罗称呼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陪有情，天顶地上有好朋友，关心看顾顾温柔，天白上的阮这声，保罗称呼你尊名，为着做一大恩惠，白白赏赐阮人类，圣心恩典甲人情，地上生活甲永生，天白上的阮这声，保罗称呼你尊名。阿门。请坐。下面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咱周报第6面。许多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3日对世人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咱来启用。伫咱圣诗后面，启用文第50篇。启用文50篇，就是以赛亚第61章。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下面咱们请主日学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风和爱》。
非常感恩阮主日学会使伫咧今仔日来献诗。即马嘛请所有在场的，只要你是妈妈的，请你起来。阮主日学的学生要献花，要送花互恁。请妈妈起立哦，起来哦，站起来，请在场的妈妈都站起来。我们的主日学的小朋友会送花给你们。妈妈不要害羞哦。谢谢。感谢主，予阮每一个人拢会使有妈妈甲阮疼。好，拿到花的妈妈就可以坐下喽，哈。3楼如果有拿到，也可以坐下喽。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多的。小朋友花回来拿给景伦叔叔。谢谢。回你位置。妈妈拢有摕到吼，有吼。啊，阮阁小等一下吼。
后来，大家压头决定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主伫即个礼拜日，阮会当过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伫即个世界，你有享受平安，有快乐。如咱世间的人无听趁你的道理，遵守你的诫命。伫欧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超过2冬啊！以色列伫加沙的战争嘛已经半年啊！伫台湾嘛有大陆的武力的威胁，北韩甲南韩关系嘛真紧张。即个世界无平安，也求主你怜悯世界正百姓，消除遮的领导者的贪心，会当听探咱老百姓，紧紧来停止遮的战争。安慰保守每一个人，也恳求上帝，互即个领导者有智慧，会当体贴咱老百姓，尤其是台湾，阮拄仔选出新的总统，要伫后礼拜来就任，求主你赐能力互伊，无为着家己，也是伊家己的政党的利益，真正为着台湾，伫这困难的国际关系中间，会当找到正确的道路。互台湾搁较自由，无受到外口人的欺负。今仔日是每一年的母亲节，阮要感谢上帝，相信每一个人有一位生阮、饲阮、教示阮的老母。我嘛要感谢老母，疼阮一世人，无论阮拄着任何困难，老母拢愿意伸伊的手牵阮。阮教会伫目沙嘛徛起久久，阮中间今仔日嘛有头一届来教会的朋友，阮愿意传福音伫目沙即个地区，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求圣神甲教会正同工做阵，带领牧师甲同工做阵来做工，无论是教会团契事工、主日的事工、社区的事工，拢能得到主你的引带。所行拢能光主你的圣名，阮中间嘛有身体不安的，求主的神甲因同在，体贴因，安慰因软正的身躯。阮也要将今日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开阮的心门，听见主的道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下面咱来看一节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15到21节，伫咱新汉语本的第124面。约翰福音14章15节，恁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我也要对爸求，就因要用搁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住，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袂接受的，因为无看见伊，阁毋捌伊；独独恁捌伊，因为伊甲恁相甲大，阁要踮伫恁。我无要放恁做无爸囝，我来就近恁，要压你目久。世间无看见我，独独恁看见我，因为我活，恁也活。迄日，恁要知我踮伫我的爸，恁踮伫我，我踮伫恁。我有我的命令，阁守伊的人，即个就是听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我也要听伊，阁将本身显明伫伊以上。下面咱要请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上帝的母爱吼。啊，要咱请
团队来咱做华语的翻译。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今天是母亲节，祝在座所有的母亲有平安甲喜乐。祝福在场所有的母亲有平安跟喜乐。伫今仔日的联合礼拜中间，牧师要用台语，要请团队做华语的翻译。在今天的联合礼拜中，牧师要用台语来讲道，要请传道来用华语翻译。这个目的是要让习惯伫无共款语言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这个目的是要让习惯不同语言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在这当中敬拜上帝。伫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教会少年团契、玛拿团契、社青团契已有准备活动。在今天的礼拜结束之后，教会的少年团契、玛纳团契、社青团契有准备活动。毋茫借着这个活动，互咱会当彼此搁较认捌，彼此会当伫上帝厅内面互相来交易。期待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彼此更认识，彼此交易。了后毋通走，因为妇女团契、双年团契伊有准备真好食的中昼顿。结束之后不要走，因为妇女团契跟松年团契有预备非常好吃的美食等着我们大家。要招住咱做伙来享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透过这美食招聚我们大家一起享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请大家伫礼拜结束了，毋通急要离开，爱留落来，咱彼此交易。请大家礼拜结束后不要急着离开，我们留下来彼此交易。好，甲你隔壁来讲，爱留落来哦。跟你旁边的说要留下来哦。咱同心来祈祷，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互阮有伫地面上有一位母亲，你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位母亲，培养阮、看顾阮，互阮长大成人。培养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长大成人。只是叫我们恳求上帝你的话来帮助阮，在这时候，求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互阮伫你的恩典的内面，我来明白上帝你创造人的意义。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明白你创造人的意义。求主对阮讲话，求主你来对我们说话。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看顾。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看顾保守。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伫每一年母亲节的前後，咱拢看到，無論行去倒位，也是伫媒體、伫路的，咱會當看到侪保養品，也是有一寡名牌包包，也是等等足侪項的遮的促銷，互咱伫即個母親節看到即個氣氛。在母亲节的时候，不论我们走到哪里，甚至在各个媒体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的保养品、名牌包包、珠宝等在促销的活动。以及我想大家拢有準備要去食大餐，以及我们都知道，大家可能有准备要去吃大餐，但是互咱食做时势，其實咱有一個困擾，到底要選倒一種較好咧？这也让我们做人子女的有点困扰，不知道要去做怎样的选择。所以有人講，有的母親就會講，安尼啦，你現金給我就好啊啦。所以有些母亲就说啊，这样啦，你现金给我好了。伫幾年前有一個調查，講全天下的媽媽因上毋茫得到的禮物，在之前有一个调查，全天下的妈妈最希望得到的礼物，就是遐也未娶也未嫁，會當緊找到另外一半。就是那些还没有娶、还没有嫁的那些子女，可以找到心爱的另外一半。也是為着遮的囝兒，因的工作會當順利，有一個教養的生活的品質。或者是子女们他们的工作顺利，他们的生活可以有足够的生活品质。然後囝兒建立家庭了後，你知影遮的媽媽更較毋茫啥物無？你知道建立家庭之后，这些的妈妈更期待什么嗎？囝兒會當緊生囡仔，有孫通抱。儿女可以赶快生小孩，有孙子可以抱。
所以今仔日当咱咧庆祝母亲节的时阵，所以在今天我们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拢是每一位真伟大的母亲，因真无私的付出。都是许多母亲无私的奉献。那呢，咱今仔日就要透过圣经，咱来看上帝的母爱是怎样来呈现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透过圣经来看母爱是怎么显现的。有人讲，母亲是上帝赏赐予人的天使。有人说，母亲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天使。我伫咱教会中间看到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因拢是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力量甲智慧。我在教会里面看到许多的母亲，她们都是依靠上帝，成为有母爱的天使。因点点啊，咧养饲每一位上帝和家庭的新的生命，因真尽职咧守护着上帝所赏赐的产业。他们默默地养育着每一位上帝给的家庭的新生命，尽责地守护着上帝所赐的产业，互每一位囡仔会当伫上帝稳定的保守下面顺利大汉，然后成做迄个世代真重要的人物。使每位孩子能在上帝的恩典跟保守下顺利长大成人，成为在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人物。伫圣经的内面，大多数拢用男性的方式来呈现出上帝的形象。在圣经里面，大多数都是以男性的方式来呈现上帝的形象。所以伫较我近代的遮的神学家，因想要伫犹太的传统的内面，迄种印象的迄种结构的内面，要找出上帝有女性的形象。在近代的神学家试图的在犹太的传统印象架构当中，找到上帝他具有女性的形象，所以就渐渐发展出女性的神学，也是妇女神学，也是有一寡性别的议题，遮的讨论。逐渐的就发展出女性神学、妇女神学、性别议题等等的讨论。实际上，当咱咧看圣经的时，咱会看到一件代志。就是妇女常常伫真重要的时刻扮演着关键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仔细的研读圣经时，会看见一件事，就是妇女在许多重要的时刻都扮演着关键的人物。通过圣经对因的记载，咱来找上帝的形象，也透过对于他们的记载，试着我们来找到上帝的形象。在犹太人的一个俗语内面，因讲，因为上帝想无用啊啦，所以创造母亲，母亲就成做上帝的代理人，要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疼。犹太的谚语他说，因为上帝太忙了，所以他创造母亲，母亲就成为上帝的代理人，使人明白上帝的爱。咱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天父上帝、圣子耶稣以及圣神保惠师。我们所信仰的三位一体是天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自有应有的上帝，是超越这个性别的上帝，伊无男女分别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自有拥有的上帝，是超越性别的上帝，没有男女分别的上帝。因为上帝是灵，因为上帝是灵。咱若对人的角度来看，咱对人的观点来看上帝，来看耶稣，来看圣神的时阵，我想咱咧用传统的角度也是眼光，咱会将上帝也是耶稣，该看做是一个男性的这个角色，咱会将圣神保惠师看做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方式。当我们从人的角度跟观点来看上帝、耶稣、圣灵的时候，会以传统的眼光将上帝与耶稣以男性化的这个来看待，而我们会把圣灵保惠师以女性化的这个角色来呈现。所以我要请问大家，当恁咧日常祈祷的时阵，恁会称呼上帝是天父上帝，也是讲
用阿爸爸上帝来称呼吗？在我们日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多会称呼上帝为阿爸父上帝，还是天父上帝呢？伫主日的囡仔，因可能会讲上帝爸爸这种方式。主日学的孩子会用上帝爸爸的称呼。实际上，伫希腊文的内面，信神这字，伊是用一个女性的这个性别来呈现信神的角色。事实上，在希腊文里面，他会将圣灵用阴性的方式来展现出来。所以，咱会当照着信神保惠师的工作，咱来思考上帝母性的角色。那呢，这种的角色对咱在座的每一个人有什么款的帮助呢？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来思考上帝他母性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咱拢需要信心伫咱的生命中间，伫信心的扶持帮助的内面，伫咱的信仰的历程中间，咱才有法度去享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都需要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圣灵的扶持帮助下，在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得以享受上帝的恩典。上帝形象其实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伫咱还未认捌伊的时阵，伫咱还未出世之前，上帝就已经知影。上帝的形象早就在我们的身上了，他在我们未出生以前，上帝他就已经知道我们了。伊予咱每一个人有上帝形象，只是咱在座每一个人拥有的这个上帝形象是无共款的。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只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形象。当咱受造，咱需要有母亲伫咱的生命的内面。当我们受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咱若就人的成长一甲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间，咱知影家庭是的父母是咱每一个人开始学习的对象。就我们人的发展成长来说，家庭的父母是人开始学习的这个对象。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咱的成长的养成，甲塑造嘛是对家庭来开始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塑造，也都是从家庭开始的。那就心理学的角度，咱来看，父母是咱人心内上安全窝去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父母是人心理安全依靠的重要的地方。总是伫咱咧看这个世界时阵，毋是每一个家庭父母拢会当完全互咱的囡仔有一个因所需要这种的心理的支持。但当我们看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一个家庭、每个父母都可以完全的给予孩子们他们需要的心理支持。毋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拢有教育，互因有教育这个教育甲养饲，但是咱会记得，囡仔是上帝互咱父母一个真重要的产业。或许不是每个家庭、每个父母都可以给这些孩子足够的教养，但我们要记得，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老爸有伊的角色甲责任，母亲同款嘛有伊的角色甲责任。父亲有他的角色跟责任，母亲也相同的有他的角色跟责任。咱需要老爸，咱嘛同款需要母亲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面。我们需要父亲，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仔日的经文，约翰福音书14章18节讲：我无放杀恁正做孤儿，我要搁转来到恁这个所在。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18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煞者，咱搁读到的是27节，讲为看咱会伫这个27节中间去看到耶稣所留落来这个平安。接下来我们在27节这边，我们会看到耶稣所留下来的平安。咱来看信心保惠师的工作的时，信心保惠师就是要保守咱脱离这种孤苦、孤单的这种困境的中间，咱来到耶稣所带来这种平安的境界。
当我们在看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时，就是要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这种孤苦伶仃的困境，来到耶稣所带来平安的这个境界。就亲像老母保护伊的囡仔，袂互伊失去这个瓦靠甲安全感，互囡仔的心内有平安同在。就好像母亲在保护小孩一样，不让他失去依靠与安全感，让孩子的心中有平安一样。伫以赛亚书66章13节安尼讲：母亲怎样安慰囝儿，我就照安尼安慰恁，因为恁要因为耶路撒冷得到安慰。在以赛亚书66章13节所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着安慰。”今仔日咱在座的，无论是母亲，也是先生，也是囡仔，其实咱对母亲的形象，咱有啥物款的概念无？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对于母亲有什么的形象，有什么样的概念呢？在你想象的内面，母亲应该是怎样会展现出来，互咱看到的？在你的想象里面，母亲应该是要怎样的展现出来的？也是讲，在你的心内，敢有迄种完美的母亲呢？还是说，在你的心中是否有那种完美的母亲呢？咱若讲完美的母亲，可能是咱将传统的母亲的迄种美德，加上现代母亲的这种特质。如果说我们传统的母亲的美德，加上现代母亲的特质，那呢，这种的标准就真高啊。这样的标准就会更高了。所以咱想象一个画面，所以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画面，就是若是母亲在工作，以及伊伫家庭内面，伊有法度保持迄种平衡袂？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母亲可以在工作或者是家庭当中达到一个平衡吗？而且伊会当真无缝接轨伫遐切换，而且她可以这样无缝接轨的两边切换，做到迄种真全能的表现无？做到很全能的表现。咱敢有这种完美的母亲呢？我们有这种完美的母亲吗？实际上，咱看到一方面，母亲伊会当伫家庭内面，伊爱辅导这个囡仔，伊爱教育这个囡仔，伊爱兼顾这个家庭的幸福。一方面，这个母亲在家庭要教养这些孩子，辅导这些作业，兼顾这些孩子，还有家庭幸福。迄个家庭幸福的意思就是讲，有的会教囡仔教到受气，然后冤家啦。那个家庭幸福有些就是教小孩教到生气啦，吵架。另外一方面，这位母亲搁在伊的工作顶面，也是要甲人谈判的时阵，甚至伊伫真少年的时阵，伊就得到这种咱讲的财务的自由。另一方面，有可能这个母亲她是叱咤风云，在职场上、谈判桌上，甚至她年纪轻轻就已经得着了财富自由。安尼看这种的母亲，伊有财目，伊有智慧，伊有才能，伊有足多艺术专家的这种专业，甚至讲伊所煮出来的菜甲这总铺师袂相输。那这样的母亲有可能她是一个拥有智慧、知识、才艺，她不输任何的专家，连厨艺她都可以符合营养学又符合美学。那是这款的母亲其实我想咱在座大家拢讲我不爱做这种的母亲。如果说是这种母亲我相信在座的许多的母亲应该都说我不要当这种母亲。为什么？因为无完美的时刻，搁较侪是互咱这个母亲会真混乱，也是真焦虑，也是真讲要安怎崩溃迄种的时阵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没有完美的时刻，更多的其实是慌乱、焦虑、崩溃的时刻。假使若有一位完美的母亲真正存在，那呢，迄个真实的母亲就会消失去。假设如果真的有一个完美的母亲存在，那真实的母亲就会消失。因为咱知影，完美的母亲是无可能存在的，毋是伊拢伫咱的想象的内面尔。因为我们知道，完美的母亲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就是讲，
当所有的人将迄种无私、奉献、牺牲、付出这种的言语加伫母亲的身躯顶的时阵，也就是说，当所有人都把这样无私、奉献、牺牲、付出的形容词加在母亲的身上时，这个人就将母亲的角色，互人用这种完美的形象来展现。这样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就被这些人所形容出来的这样的来展现出来，因会感觉真沉重。他们会觉得很沉重。咱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对囡仔的角度来看，母亲如果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母亲，伫因生命拄啊开始的这个初期，在他们生命刚成长的初期，因会跟母亲建立一个安全的依存的关系。会跟母亲建立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实际上，就是这个囡仔，当伊生命开始咧跑走的这个时刻，伊就领受到对母亲遐来的疼。事实上，也就是这个孩子在最初的起跑线的时候，他就领受从母亲来的爱。所以，当囡仔伊生存，也是伊的情感，伊拢是对母亲有一个完全的依赖的时阵。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他的生存跟情感方面，他对于母亲产生一个完全的依附的时候，母亲就会予伊一个无条件的这个疼，以及为伊建立一个安全感的环境。母亲也会给他一个无条件的关注跟爱，也会为他建立一个爱的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无论环境怎样，母亲伊拢愿意为伊的囝儿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不论怎么样，这个母亲都愿意为他的孩子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有一句话讲，歹势吼，有一句话讲，若做一个母亲了后，伊就真坚强。有句话说：“为母则强。”意思是讲，真做一位母亲了后，这位妇女，伊会用上大的坚强、勇敢、忍耐，拢会伫这个时刻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当成为一位母亲之后，这个女性她就会发挥她最大的坚强、勇敢、忍耐，都会表现出来。咱若是用台湾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是我们以台湾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位静宜大学教授杨翠，当伊咧读东海大学的时阵，有一位静宜大学的教授杨翠，当他读东海大学的时候，伊用1947了后的台湾女性来争做伊博士论文的题目。他用1947年之后的台湾女性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伊伫中间有写着一句话讲当这个家庭迄个上重要的支持的，100年久，一瞬间中间消失的时阵，一直咧点点咧撑起这个家庭，伊马上就会当来背这个重担。毋那是安尼，这支条啊，搁爱去承受着翁婿失去翁婿这种悲伤。在他的论文里面写到，当家庭中的支柱一夕之间消失殆尽的时候，一直默默支撑着家庭的另外一个支柱，马上要独立起来，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不只是这样，这根支柱还要承受刚刚失去丈夫的悲伤。所以，当咱咧思考女性的时阵，咱爱伫咱的身躯顶去看到咱所承接的这个疼甲稳定。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女性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思考在我们身上所承接的爱与恩典。那呢，咱的上帝就亲像母亲和囡仔安全感同款。也就是这样，我们的上帝他也就像母亲一样，给孩子安全感一样。所以，当咱咧信靠上帝的时阵，咱需要的安全感，毋是对人的身躯顶摕到的，是对上帝所享受的平安。所以，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并不是从人的身上来得着，而是来自于上帝所赐予的平安。所以，当咱咧读
到诗篇中间有关对上帝形容，拢是讲上帝是山寨，是石盘，是坚固的城等等。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有关于对于上帝的形容，他说上帝是山寨、磐石、坚固的城等等。这个是要让咱人的眼光转向上帝，都是伫危难困苦的时阵，袂感觉孤单，也是无倚无靠。这就是要使我们人的眼光转向上帝，在危难困境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孤单、无依无靠。总是咱人有缘有某一个时刻，咱会陷入伫这个孤单的内面。总是有时候在某些时候，人总是会陷入在一个孤单的时刻当中。有可能是咱家己认为耶稣无伫的，无甲咱同在。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认为耶稣不在，或者是没有与我们同在。那呢，牧师要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无伫的呢？那这样，牧师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在呢？伊毋是一直伫咱的身躯边，一直咧保守咱吗？他不是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一直保守着我们吗？所以当耶稣过我上天了后，其实耶稣找信心保惠师来保守咱。所以当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耶稣他就差派圣灵保惠师一直来保守着我们。只不过咱人习惯迄种会当看到迄种有形的形体，因为有形的形体，互咱会当倚靠。只不过人有时候还是习惯于看得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来倚靠。比如讲物质、钱财、身份、地位等等的。例如物质、钱财、身份、地位等等的。却是信心是无法度看见的，伊无法度用任何的形容词来形容伊甲咱做伙。所以当安尼的时阵，人会就感觉讲我无倚无靠啊。但是圣灵却是没有办法看见的，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也因为这样，人时常会觉得好像无依无靠。所以当咱人的心失去平安的时阵，咱感觉互人放杀的时阵，实际上耶稣明明就伫咱的身躯边。当我们人心里失去平安的时候，感到被遗弃的时候，实际上耶稣他明明的就在我们的身边保护身边。咱个四处咧找伊呢，而我们还四处的在找他。耶稣明明就牵咱的手，将咱放伫伊的手中，却是咱无愿意将咱家己所背的这个重担放伫伊的手中呢。耶稣他明明就牵着我们的手，将我们放在他的手中，而我们却依旧的要自己来背负重担，不愿意将重担交付于他。所以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14章26节中，伊有解说讲，迄个保惠师就是因为爸的名，我找即个来的信心，伊会将一切指示互恁，互恁会当记得我对恁所讲一切的话。所以在今天的经文26节，我们看到说，但是那劝慰者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差我来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并且使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你来看，咱所知影的，咱所需要知影的一切财目道理，伫圣经内面已经甲咱讲过啊。那若是这样，我们所知道、我们所需要一切的知识跟道理，圣经早就已经教导过我们了。只是咱无愿意，嘛无愿意去遵行，无了解，所以保惠师就亲像老母共款，一再咧提醒咱。只是可能我们不了解，不愿意遵行，所以圣灵保惠师就必须像母亲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我们。主耶稣讲：既若接受我命令，而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我的爸一定爱伊，我嘛爱伊。而且伊要按伊显明我家己。
主耶稣又说：“凡接受我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我父亲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明我自己。”所以保惠师另外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咱去遵守耶稣的诫命。所以圣灵保惠师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帮助我们遵守耶稣的诫命。所以咱了解、知影了后去行，这个是真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听到与行道，这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在咱现实中间，侪人却无法度去做到。但在现实当中，我们也知道知易行难。虽然知影主日咱爱来教会做礼拜，若是有朋友约，咱就出去佚佗。虽然知道做主日的礼拜是非常重要的，但偏偏朋友约了，我们就一起出去玩了。虽然知影上帝会为咱备办一切，却惊讲咱无去做生意，无去工作，咱就会了去。我们明明知道上帝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所需，但我们却怕不去做生意，我们就会因为这样亏钱。也是讲，我真爱困，我就倒伫眠床咧困，无爱去教会敬拜上帝。还是为了补眠，所以继续睡，不去到教会敬拜上帝。愿意遵行耶稣的道理，比明白耶稣的诫命，其实难几多倍。愿意遵行耶稣的道理，比起认识耶稣的诫命还要难上好几倍。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软弱的，咱的平单，咱无法度倚靠家己去行出耶稣的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每个人是软弱，是会懒惰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行出上帝的诫命。咱无法度靠家己去活出一个更敬虔、谦卑的生活，无法度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我们也没办法靠着自己过着敬虔、谦卑的生活，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所以，当咱知影家己无迄种气力的时阵，咱就要知影。咱来倚靠比咱更较有气力的信心保惠师。所以，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依靠比我们更有能力、力量的圣灵保惠师。在圣经的内面，伊咧描述最上帝所欢喜的先知甲王，因的母亲有最的优点，其实中间列出3项因敬虔的品格。圣经描述上帝喜悦的众先知与列王，他们的母亲大多具备3种敬虔品格。第一是常常祈祷，第一是常常祷告，对因的囡仔出世到大汉，在因幼稚囡仔的过程中间，其实因拢藏伫祈祷的内面。从孩子出生到长大，整个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他们都把孩子放在祷告当中。那你来看，正做一位敬虔的母亲，每一天的祈祷是真重要的。上时买当培养囡仔祈祷的习惯。若是这样看来，敬虔的母亲每日的祷告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培养孩子祷告的习惯。在现今资讯真发达的这个时期，其实比古早以早任何的时期，咱搁较需要常常的祈祷。这个祈祷帮助咱会当摕到属天的智慧。在现今这个资讯爆炸的社会当中，比起以往任何的时期，都更需要时时刻刻的来祷告，以支取属天的智慧。安尼，咱就会当互上帝来引带咱，特别来引带咱的父母，用坚定的真理来教导囡仔，行伫一生的道路顶面。也这样可以让神来引导我们，引导父母，坚定以真理教导孩子走一生的道路。第二是坚持无休困，第二是坚持不懈，就是除了祈祷了后以外，伊阁需要真坚持咧养饲陪伴伫囡仔的身躯边。除了祷告之外，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养育陪伴在孩子的身边。因为生活中咱有最的无容易，以及最的挑战。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容易，还有挑战。所以，当咱拄到迄种的时期的时阵，母亲因坚持到底，因我掠条伫圣经中间上帝引出的话语，
行伫真理的内面。但在那样的时刻，母亲更需要坚持到底，紧紧依靠在圣经中上帝引导的话语。虽然这无简单，但是咱若咧看过程，迄是值得的。虽然这个很不简单，但我们却知道这是值得的。第三是学习放手。第三，学习放手。咱知影母亲会互囡仔真上大的即个疼，以及会真用心咧养饲，会对因关怀，这是母亲因咧做的代志。我们知道母亲她可以给予孩子最大量的爱，跟养育他们、关心他们，还有关怀他们，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总是有一天，这个母亲因爱学习放手，但总有一天，这些母亲她们要学会放手，因为这对于母亲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的学习。因为这对母亲来说是他们需要很大挑战的一个学习。因为母亲因爱知影，养饲囡仔毋是永远的，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母亲必须要认知到，抚养孩子并不是永久性，而是阶段性的工作。那亲像圣经咧教示讲，父母对囡仔无迄个所有权，因为上帝才是咱所有受造的即个掌权者。就如同圣经教导，父母对孩子没有所有权，神才是所有受造物的掌权者。这毋是讲你毋是母亲了后，是咧讲对上帝对囡仔生活的责任，爱进展到后一个阶段。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你不再是母亲，而是对于孩子生活的责任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咧讲，世代的传承的责任已经转化到囡仔即个长大成人囡仔的手中。也就是说，整个世代的传承的责任已转换到长大成人的孩子的手中。爱因会晓独立建立家己的家庭，要他们学会独立，学会建立自己的家庭。所以这个时期的母亲，因需要做一个角色的转化，就是做代志爱放手互因做。也因此，这时候的母亲，他们要做一个角色的转换，需要做的就是学习放手。母亲也要放落迄个咱讲的迄个首席，就是头一位的即个导师的即个角色，转化成做完全的支持甲鼓励。母亲要卸下首席导师的角色，转换成为一个完全的支持者和鼓励者，互囡仔会当真正长大成人，让孩子们可以真正的长大成人。所以，伫普天的伟大的妈妈，所以在普天下伟大的妈妈，都亲像信心保惠师，伊是天使共款，咧教示囡仔来明白智慧。就好像圣灵保惠师一样的天使，在教导着孩子认识智慧。为什么讲智慧呢？为什么说智慧呢？因为咱讲囡仔其实无需要咱家教食的知识，坦白说，我们不需要教这些孩子太多的知识，因为知识伫学校会教，因为知识在学校会教，咱来教因的是智慧。我们要教他们的是智慧。所以，咱若敢若关心到囡仔的即个课本所学到的遮个知识，无鼓励囡仔来教会。所以，如果我们只关心这些孩子他们所从课本学到的知识，不鼓励他们来到教会，无互因来明白信仰，不让他们来认识信仰，那呢囡仔就无所在来学习人生的智慧啊。那这样这些孩子他们就没有地方来学习人生的智慧了。那呢，什么是智慧呢？若是这样，什么是智慧呢？伫箴言圣经内面甲咱讲，在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咱爱教导囡仔来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来认识上帝，而且认识伊所创造的世界甲圣经的真理。并且来认识他所创造的世界，还有圣经的真理。
带着囡仔来到教会做礼拜、参加聚会，这才是找到智慧的秘诀。要带着孩子们来到教会做礼拜、参加聚会，这样才是找到智慧的秘诀。上帝是创造的主，伊虽然无形状，咱看袂到、摸袂到，上帝是创造主，他虽然没有形状、无形无状，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伊却会当成做咱随时的帮助。但他却可以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真丰富的，咱唔通干那伫咱的一生中间去追求迄个学历、钱财，也是地位尔。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极其丰富的，我们何苦要一生去追求这些学历、钱财和地位而已呢？咱嘛爱捌爱知影人生的智慧，互咱的囡仔会当快乐、平安生活伫上帝所创造丰富的世界。我们也要懂得人生的智慧，让我们可以让这些孩子能快乐、平安的生活在上帝创造这丰富的世界。上尾，而且搁一届，愿上帝互咱每一位有美丽佮智慧的妈妈，拢会当做真做亲像信心保惠师共款的天使，用听佮智慧来养饲咱的后一代。最后，希望每一位美丽又有智慧的妈妈们，都能成为圣灵保惠师一样的天使，用爱跟智慧来教导下一代。咱同心来祈祷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全能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成做阮一生的帮助，感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愿你的话语成做阮人生的准则甲目标，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准则跟目标。互阮领受对天下来的智慧甲才能，因为我们从你那边领受从你来的智慧与才能，祝福阮每一天拢经历你的疼痛甲稳定。祝福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爱与恩典。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欢喜。下面咱的吟诗学罗上帝，圣诗138首，耶稣原本是上帝。耶稣原本是上帝，临到凡间来救世。旧约圣徒历代久，拢是望这救主。咱起来吟全首，圣诗138首。耶稣原本是上帝，临到凡间来救世。旧约圣徒历代久，拢是望这救主。主显本身那样高，故约历所救会幕，免个显这社会宣示，耶稣已经显羔羊，替咱担当昔日家，互咱通讲话天父，最好模样互人看，咱无照看着该换，咱答话可以讲咯，大家坐下来学咯，主听情人情歌意，是后的永远福气。请坐。
下面咱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吼，咱中间嘛有头一届来到咱教会吼，对咱的信仰搁明白中间咱尊重咱家己心吼，毋勉强来奉献。请坐。下面咱来报告吼，来报告的大省，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解吼。咱伫咱就袂头前金句，请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诗篇19篇第8节。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诗篇19篇第8节。好，咱来看后礼拜侍奉的同工吼，咱领唱是赖韵如长老吼，司礼是张义如执事吼，司琴张丁贤兄弟，献诗是献歌队，司献是张文兴执事甲张锦伦执事吼，招待是张文兴执事甲陈丽华姊妹吼，音控是曹明祥甲张信群兄弟吼。好，咱看后礼拜主会吼，咱查经祈祷会吼，拜三暗时主日是咱
柯牧师，师会是柯关成长老吼。后礼拜咱礼拜主理是王雅珍牧师吼，咱经文甲圣经圣诗吼，咱家己来看吼，好，咱先开后面第六面报告。吼，咱今日是母亲节，咱着感谢每一位母亲的辛苦吼。教会有送咱每一位妈妈吼一份母亲节的礼券吼，礼拜煞，咱请到1楼来领吼，咱祝咱母亲每一个母亲来快乐吼。好，第二项，咱庆祝母亲节吼，咱礼拜煞吼，咱玛纳团契因有亲子手作小礼物，伫咱会议室吼，伫咧办公室后壁的会议室吼。咱会当去摕咱亲子手作参加亲子手作小礼物吼，搁少年团体甲夏天团体，咱亲子拍照、手作卡片吼，咱伫咧总庭吼，第三项就是妇女团体甲少年团体吼，甲助理员吼，咱合做阵办中昼暗顿晚餐午餐讲毋对，中午爱宴，伫咧B1吼，虽然才有啥自备晚会，不过咱教会嘛有晚会请咱大家拢留来，做阵来参加吼。好，补充。拄仔讲到迄个玛纳团契哈，玛纳团契他们做的小礼物哈，给母亲的小礼物是这个。好，母亲有没有心动？怎么没人点头？哦，有哈，有。等一下记得哈，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然后如果你要做。也可以，玛纳团契有人，他这群孩子会教你们怎么做这个，应该是算编织的哈，编织的一朵花，哦，一朵花。然后少年团契有拍照，好拍照以外呢，这个就没有限量了，这很漂亮哦，你们这样可能看不清楚哈，它里面是一朵花，这里是一个钥匙环的吊饰，这个没有限量，但是要记得去跟少年团契他们在中庭。有摆摊，摆桌子，再去跟他们拿。好，这是补充报告。好，咱第三项报告就是咱运动做伙来吼，咱伫5月26号下昼1点到4点，咱伫文山特殊教育学校体育馆，伫咱秀明路家吼，咱要举办的文山全民运动会吼，咱活动的项目有趣味竞赛、大队接力、足排球，咱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参加吼，咱会当去到1楼来报名吼。好，下面就中午爱宴，这是迄天嘛有是吧？OK 好。好，咱若有要写的嘛用 QR code 吼。第4项就是关怀甲带导吼，咱少年团契学生吼，就是詹技师、李志源、陈可轩吼，要伫5月18、19要参加高中会考吼，咱请咱兄弟姊妹来带导吼，上主保守因入去因适当学校吼。第5项就是后礼拜5月19号，咱为着咱玉山亲堂院来奉献主日吼，咱邀请彰化总会新源教会王雅珍牧师前往来报告吼，正道请兄弟关心带导吼。我补充一下，王雅珍牧师吼，嘛是咱文山教会出去的。伊离咱去礼拜堂进前个，甲因爸爸搬去高雄应该是差不多因爸爸是王顺宇啦，王顺宇，伊敢伫咱遮做2年的技术吼，好补充到遮。即马欢迎伊伊若转来甲咱做阵聚会，来咱请安吼。好，以上佫有新来的朋友无？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祝福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不是母亲呢，你有甲母亲同款的疼，今天也都一起快乐。好，再来我们来介绍今天第一届来到咱的中间呢，不哩我来把酒花花卖恁的，你拜托你家己徛起来哈，好，我大家开你欢迎一下。第一位是王立清，是王清家的爸爸。来，我们在哪里？在哪里？有了，好，欢迎你，谢谢你。好，请坐，请坐，谢谢。再来，还有第2位是
他是住在纽西兰，已经7年前来过，然后今天应该是回来，还愿意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聚会，这是非常难得的哈。所以这孙立伟，嗨，欢迎，好，平安，请坐。过来，咱今仔日有真侪迄个咱的社区的据点，兄弟姊妹甲咱做伙来做礼拜。咱来介绍，毋管你进前有来过还是无来过，请甲介绍你的时阵，会当来徛起来赶快互阮来甲你欢迎。第一位是张美英，伫倒咯，徛起来张美英。好，平安，谢谢。过来是罗玉燕，耶，好，欢迎你，欢迎你。拢平常时拢伫楼骹今仔日难得起来2楼对无？起来楼顶。好，过来咱第3位是陈一芬，对无？一分是好，奥1分就有100分才非常平安，好，欢迎你。再来我们下一个，还有哦。还有我们这个是林美蕊对吧？美蕊跟她回绿赶快水的回绿好，感谢主，有真济今仔日这拢是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甲咱聚会，咱其他过来后摆毋是敢若母亲节尔，过来咱的主日礼拜做时间，阮拢会当去看到你go，过来无甲你介绍着，来，请起立，互阮熟悉一下。个伊的太太对，来，后壁搁一位，介绍一下，搁有遮搁有一位搁有遐搁有一位，对，这绕过去，咱用，感谢平安，咱的迄个维护车单久无来对无对今仔来到咱做伙聚会，真欢迎你会当借有这个机会，甲大家做伙平安甲快乐好，母亲节快乐哦！好，平安。咱欢迎即寡朋友咱嘛做阵来感谢上帝，带因来到咱的殿堂，做阵来敬拜好，咱来行平安礼咱做阵来请安，咱做伙来唱，咱拢诚做一家人，咱。带一寡朋友，甲咱会友做阵请安。我们将为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我们将为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加最先，因为耶稣的更名。因为耶稣咱有国外的人生，欢喜享受做花名，欢喜给人地做听。因为耶稣上父三也主属命。好，咱游玩徛伫，咱来吟尾边的诗。俄罗天白，万福本源。咱入去煞，请咱牧师替咱祝祷。俄罗天白，万福本源，暖你永爱交缠。俄罗耶稣小我最花。将你万光。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带来救赎甲毋忘，信心保惠师的同在甲平安，甲恁众人伫地，特别甲所有的母亲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请咱大家咧要结束，请留喺地下室做阵来食中昼饭吼。咱相连甲妇女团契有准备真丰盛的中昼饭。咱先参加第1楼团契因所办的活动。了后，咱到地下室，咱做伙来享受中昼饭。